乡亲好，欢迎收看全民台会，我是王小琪。我伫下呢，队友会派2000人共参加那个阿里山吼，也是阿里山嘅火车跳，看到天天的使用那个呢，就是阿里山嘅水火车。阿里山水火车做得讲係台灣人共同嘅記憶啦，大家細細時間都會來掠往了來掠坐火車。像今年7月初一開始呢，那個阿里山嘅鐵路係正式校準本領域橋內回歸指引啦吼，到底到那個正式嘅營運嘅前提之下，到底國家會用來那個好好嘅營運來做國家國寶級嘅鐵路咯。呢啲全民大會今日來到山東，會朝大家共下來開講，兩批去到現場。好，欢迎大家天天强调来到了安江嘅那个开工嘅现场哦。提前呢为大家紹介，今日咧參加座談嘅來賓。第二位來賓我們介紹是林武 Q 林鐵渠文資處的處長黃妙修，黃處長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們海陸腔，謝謝處長。第二位來賓介紹是我們嘉義縣的副縣長吳方明，吳副縣長好。主持人、兩位來賓，各位鄉親大家好。分享哦，大家都好聊客家會。第三個對邊介紹的是縱貫線鐵路保順協會嘅會長汪文吉，加上屏東女部嘅客家鄉親。各位鄉親大家好。分享會長，會長呢，他是這個研究鐵道的專家，他自己在屏東內埔的鄉下就收藏了一列的火車車廂哈，是這種程度的這個鐵道迷。你留下廣東哈，這個台灣有個阿里山，阿里山呢有個阿里山的森林小火車，留下的正名叫做林業鐵路，其實它算是我們台灣的這個國寶之一啦。其實從1912年新建闢建到現在，這個阿里山的林業鐵路到現在通車已經106年了，所以呢，在今年度其實這個搜尋引擎全國的這個 Google 網頁就把這個我們的林業鐵路的小火車穿過櫻花林當做這個 Google 搜尋網站的首頁哈。好，你現在跳過下邊嘅樣片來看哈，你睇大家通邦地嘅那個阿里山嘅林業鐵路，到底佢嘅過程係乜嘅？佢個最近大家最關心嘅歷史又係乜嘅咯？從下來看。1992年，日本蘇格蘭為到做修了起嘅阿里山鐵軌路，和美國政府嘅台灣兩後開始進行做專業維修嘅觀光路線，其中13線還係民眾抗議出來體育線策。尤其是年度本地附加下子當農業的啊，民生用品都會賣啦，所以個火車都會停啦。普通車體我有兩邊車，一般係爽嘅，一般係下，因為當多啊。展品很多啦。阿里山鐵路除了13線，還有延吉防空本片停駛的旭山線。選舉鐵軌路的路線行入去山那，才看得到旭山嘅太樹。但是台灣都環太平洋火山鐵通大風，國家當年熱天的風災，就算是來起嘅阿里山鐵軌路本來都靠無團片。所以那個鐵路一旦中斷的話，阿里山就變成一個孤島。有時候它會在旁邊會做一個類似吊橋，然後我們就從阿里山搭火車搭到平鎮那另外一邊，就是鐵路損壞的那邊下車，然後開始從那邊走路，走過那個圍橋，然後到了那個十字路那個地方，然後搭車這樣接駁。2009年8月風災，秋太豪雨建成地表，造成平價納站到2萬平站之間230公頃的大面積本片。到連晚對2萬平站看出去都還看得到fin，路線嘅運轉呢團配到連晚。經過幾年嘅修整，2007年7月，林武 Q 同阿里山山那鐵路修整了關，規劃有輪式嘅列車，用主題式嘅例如航牆，外部民眾看到阿里山山那鐵路往擺有幾遠。它並不見得是一定要開到阿里山上，它可能是開到奮起湖，或開到十字路。那這中間呢，我們會規劃不同的主題。我們可以是以看這個
高山铁道的一些很特殊的工法。这阿里山铁轨路人质比一般的列车更加细条，无法采用机器来弯修剪，干那使用人工弯，国家董事平均干那使用2年。林木桥安算弯使用较旧的材质，要加轨路的感测内桶，增加安全性。目前我们已经跟这个气象局的这个网站有连线，也就是说在行控中心里面随时可以监测到说山上哪个地方雨量是有多少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针对整个沿线的边坡的情形来评估哪些是比较敏感的地区。但是阿里山公路开通了后，游客去山方的交通工具唔单只干那山那铁路能，转到林木桥了后，安用巡个重测好讲紧哦。其实讲到跳过改飞机哈，讲到现场都有动到改老相片，这些老相片呢，都是我们今天现场来宾，也是我们铁道专家汪文吉、汪副总提供改啦。这个黄会长以前少年意气风发的时代，就是跟阿里山的这个铁路有很深的结缘。各位，请你到台前来跟我们的观众说明一下，你提供这些老照片有什么样的背景跟意涵？到阿里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行程了，好不容易跟家人要到旅费，几个同学一起要到上阿里山。那当时的行程这是几年的时候拍的？69年，民国69年，哦，在北门车站。当年订到阿里山阁很不容易，那还要打电报，甚至说还要买车票，是那连住宿，因为当年很流行西阿纵走跟阿西纵走，所以说我们当年为了搭这个火车哦，很高兴从高雄搭晚上最后一班平快车，搭到嘉义。晚上也没有经费去住饭店，就在北门车站露宿。那这个是，这个是大概是1950年代，就说那个阿里山铁路还是由那个蒸汽火车牵引的年代。其实阿里山铁路的特别就是说，它是它是采用双轨，因为欧洲的高山铁路他们都用3轨，用齿轮轨，可是阿里山很独特。它是用那个2个轨道，然后它搭配美国的伞形齿轮火车一直绞上去。那像欧洲系统的3轨，它是利用外部的齿轮把车辆绞上去。所以说，阿里山铁路是个很特殊的高山铁路，而且是靠平面轨道这样上来的。阿里山铁路之所以被视作为台湾国宝，而且在世界这个高山铁路来讲也是相当难得的。你可以看到，就是请会长跟我们一起来解读这个阿里山林业铁路这个路线啊。刚刚你拍照的第一张就是在这个北门火车站哈，对，你们梦寐以求的这个地方。然后看到这个路线还真的不是直线的，因为你看这里海拔是2000多公尺，所以从平地大概200多公尺要一路攀升。所以这种高山上的铁路，是不是它有几个非常大的特色，不管是在生态环境也好，或者是林相也好，或者是它工法也好，甚至在这个当年日治时期那个伐木历史的那个文化特殊性，你可以简单跟我们说明一下。其实啊，就说当年这个铁路啊，就是说它开通的时候，因为当时候欧洲的那个齿轨系统啊，因为它中间的齿条是铸造轨，但是它坡度可以做得很大。各位去瑞士的时候看它斜45度的，它可以到400左右。我听说我们阿里山是所谓的62.5，所以就是水平距离，如果走了1000公尺，它就会爬升62公尺的高度，这个是很困难的哈。没有，这个已经达到它极限，所以说它一定要配合美国制的蒸汽引擎、蒸汽火车，就是伞形齿轮的。所以说当年有这个典故。那其实阿里山铁路就说，因为它是一个伐木林场，又是一个高山铁路，然后它从阔叶林一直到针叶林，这林相变化相当丰富。当我们离开竹崎站的时候，就感觉列车是在云雾里面穿梭，就有腾云驾雾的感觉，那种感觉非常棒。就是说大概也是可以此生难忘啊。是非常谢谢会长，说明会长请回座哈。看到其实这个台湾飞机改那个高山改林业铁路啦哈，它曾经也经历过这个所谓的辗转代管期。大家想说，它是国宝铁路，可是曾经也因为高度的赤字铁路，曾经也被喊要废止这条铁路，所以在这个营运上是还蛮令人头痛的哈。我们看到最早期在接管的这个主要代管呢，民国52年是林务局的这个嘉义林管处的铁路课来管理。民国97年的时候呢，移转民营，由洪都公司民间的洪都公司 BOT 700年前安尼村民台府亚瑞会讲哈。到了民国99年的时候，因为遇到了88风灾损毁，所以林务局就收回自营。到民国102年，就是请这个台湾铁路局台铁来成立这个阿里山的森林铁路管理处来营运代管。那这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黄处长了。那我们知道102年的时候是请这个台铁局来代管，然后在
今年的7月1号正式回归到我们的林务局。那过去其实林务局在管理阿里山铁路是以屏东嘉义的这个林管处，那当时您也是林管处的处长。那这一次呢？不但是回归到林务局，还由行政院拍板定案，成立了这个林铁及文资处这个新的专责机构，然后以您来做这个文资处的处长。您被赋予了什么使命吗？现在行政院会同意我们用林务局来成立一个专责机构，其实付给我们很多的使命，除了交通运输以外，还有文化资产的保存。那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图版有讲到说，其实这个铁路过去营运起来也是很辛苦啦。除了说安全上的疑虑之外，我们现在先探讨一个，就是过去其实它挺烧钱的，听说。那现在林务局接回来，会不会担心这个烧钱的问题？当然会啊，就以往的经验，历年来从1906年，其实它为什么会从一开始，其实1906年是等于 BOT 台湾最早的一个 BOT 的，从民营到官营，又到民营，又到官营，就是因为一个技术问题。技术困难，再来就是财务的困难，因为它沿线太长了，84公里，那经过48个隧道，74座桥梁，那整个边坡，台湾的地质又是脆弱、年轻，所以它的维护成本非常的高。所以你们也不放弃这个很高成本去营运的铁路，是看在它的哪一个价值上？因为如果未来我们可以增加很多的文化资产，然后很新的旅程，沿线的特色把它结合起来，可以有很特殊的生态旅游的游程，然后再加上文创商品，然后我们能够吸引全球的国际的观光旅客。我们觉得它是有希望可以降低亏损，所以其实这个将来在这个安全的基础上，怎么样去开拓那个财源？财源可能就是来自于更多的人来认识这条国宝铁道，然后一起来共享它的风华，然后来让这个可以转亏为盈呐。哈，那针对转亏为盈，我请教我们嘉义县的副县长，不知道从地方政府来讲，你们的这个合作的方向，或者是未来有没有什么一个共识？就想说，希望可以透过这个阿里山的林业铁路，好好的来规划营运。包括整个周边的串联，来让这里阿里山铁路可以继续永续的维持。那对我们嘉义地区的观光发展，也可以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发展。林铁它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它是一个文化资产上的意义。我们不应该只有把它当作是一条交通的动线。如果把它当成交通的动线，我想大家不会在这有100年的风华里面的那种历史上的一个感动。所以我们反而应该是如何去把阿里山林铁这一条铁路，第一个透过邮轮式之外，第二个它能不能像东方的快车，或者是像非常多包括日本、欧洲等等这些地方的优质的观光列车，然后里面提供了更好的导览，提供更好的服务，包括餐饮等等这些东西，特殊上的服务，位置也不一定因为永远要这样子做啊，非常多。日本或者是欧洲的火车，事实上它的位置是向外看的，所以它有它特殊车厢上的相关上的设计，这些都应该可以来进行。那另外就是把它的价格，它是可以适度去提高，因为它既然是做文化跟观光上的使用，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相关的考虑。第二个，嘉义市它去做一个林业之都，然后连接到嘉义县到山上这些来，事实上如何去把过去在伐木的那个年代，或者在林业发展的年代的那些历史文化能够去重现，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林业资产的概念。所以现在在山下有非常多的林业的遗址，事实上沿路上也非常多，因为整个聚落事实上是跟随着整个阿里山铁路而去发展起来的。不管奋起也好，樟朗寮也好，木屐寮也好，非常多沿线上通通都是。我们看到这张手板，刚好就是呼应副县长所提到的，因为这80多公里的这个沿线上，有很多的点，在这个时代淘洗之后，到了现代可以做不一样的营运规划。其实刚刚包括讲到的朱旗站，你哈家乡亲动作挑狗都累条边狗脑改，哈家乡亲都带到俩个
竹家站，还有奋起湖站相关的这几个特色站，都可以把它做一个特色化的营运。所以呢，包括刚刚我们会长讲，不同的林相搭配不同的点、不同的聚落的文化，再加上游程的改变，有没有办法透过以上种种的这种策略或技术方案的翻转，来刚刚让我们处长讲到的是国宝也是次次铁路的这一条。过去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搭乘人次来讲好了，从过去你当去行烟会是。我就200万英尺哦，不过我们看到其实它有点渐次下滑，到了2016年的时候达到160万，到2017又因为年亏3亿，所以这个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可能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建置在这个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它这游程是不是要设计改变过？那我们现在听完3位来宾的这个发言讨论之后，我们想开放给现场乡亲，你现场大家改正台购，客家天资的呀，乡亲大家好啊，少干一七个，我是阿里山车站 BOT 以后97年退休的站长啦。说到铁路啊，在行走我们就很兴奋啦。40年左右的感情啦。很希望铁路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啊。铁路的从业人员，从我进铁路到现在，看到从业人员，不管是车站、车库、监工区，大家那么兢兢业业的。我希望全国人民能够肯定他们的付出啊。那其实呢，除了我们之前的前站长之外呢，我们现在现行的这个司机，这个阿里山铁路的这个火车司机驾驶员，今天也来到现场。我们请翁大哥。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们司机员大部分都是用传承啦，就是跟我们以前当兵一样啦，就是学长或师傅来把技术教给你们。对对对，以前我们。都是我们的一些前辈啊，就是那些欧医上啊，他们都是教我们这些年轻的啊，还有我们就是把我们现在传承给我们现在的年轻的，的一些，我们就都说师傅啦，就这样子传承给他们啊，就是把一些重点，还有一些，因为阿里山森林铁路从我们刚才讲从海拔30公尺到海拔2000多公尺，对啊，很高很陡。对对对啊，不是上坡就下坡，不是加油就加刹车。刹车方面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技术方面，就是可能要跟我们的一些我们的小师傅讲说，重点在哪个地方，窍门在哪？咱台湾讲叫美感啦，美感在哪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跟他讲清楚。所以说，因为你想看这种，像我们早上到珠山，今天我觉得我们有上珠山，我们上这个坡就开始要踩刹。为什么踩刹？你知道吗？因为车子没有踩刹，它会空转，空转会产生火车的那个车轮跟那个铁轨会摩擦系数会，就是两个都会受伤啦，车轮会受伤。那个铁轨会受伤。好，谢谢翁大哥的分享。不客气。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排也穿了很多亮眼黄色上衣的哈，我们先请这位戴眼镜的先生。我们是阿里山监工区的导班工，工作内容主要就是养护铁路啊，美化那个周边的那个环境，因为都会有树枝啊掉下来这样子。铁路最主要要养护什么内容？主要应该是材质上的问题，因为在平地的铁路，他们是用那个 PC 枕，它是那个水泥混合枕。那我们呢？我们这是林业铁路，因为都是用块木啊，还是那种枕木，看起来是很有味道。可是，在行车安全上呢？行车安全上就是枕木，当然就是维护不容易了。对，它就是会潮湿会坏掉，所以你们就要叫它抽换，然后再换新的，是不是这样？是。好，你要跳铁路，你还会会是健康。思想冇强容该为咧吼，你大台对提防来讲，你该运作任务强来建议，人白也有几个计划了预算来做的时节，提防很容易困了件事情，困了个政策，先来谈提防个机密就来到上映，来到建议。我都觉得挺好的。如果下一次来的话，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比如有一个关于我们这个历史的锦记啊，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台湾这些一些很好的文化，会更好一些这样子。但整体已经非常不错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旧的铁路啊，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们都很开心，不停的在拍照。因为我父亲是第一次来看这个日出嘛，他是80多岁，所以走路不大方便，就是那爬上来的时候就有点吃力，不过也很好啦。他还是最终可以爬上来了。如果可以说，他有个方便老人家行步方面，他可以有一个电梯或者什么上来之后更方便，或者是因为他们有些坐轮椅，就老人家更可以受益这样的样子。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接驳车但是如果是之前跟他沟通要怎么样走会更好。
来这边才看时间呢。本来我们是想网络说先看时间，要坐火车要坐几点都搜寻不到，所以我们后来就只好来这边看这样。其实摆来，所以我觉得还 OK 啦，就是说车厢里不度哈，空气较模糊，真的不舒服这样子啦。虽然有讲个气窗哈，不过还咧无嘛该种嘞，因为空气模糊嘛不舒服。比如说广告啊，可以在许多媒体啊都可以做一些促销啊、活动啊，多办一些这一类似的活动。硬体就是说安全考量啦，如果有些步道来讲，可能安全性也没那么高，这个都需要再补强。看有什么活动，像之前有那种原住民的舞蹈啦、表演，还是他们的一些文化啊。其实可以再把它发扬下去，让人家上来的时候，像有的客人上来，觉得蛮，就安尼行行恁家原住民的拢无看啊，因为原住民都在半山腰嘛，所以就希望有那个林务局有没有，还是政府机关就可以请那些原住民啊什么来这边表演，让人家上来看到。如果平化一点，那游客就有机会去搭乘这样子。因为你看一个门口进来就多少个收门票，还要在这个搭火车，一个人消费就蛮高的了。不要说吃饭的，光门票跟这个火车票，客人就消费不了。好，请你聊到出面的意见，提些问题，我想要请教会长来帮忙地方的意见做一个统整哈。这些游客也好，或者是部落社区的居民好，提到的大概就是2个，第一个是旅游环境的整备，然后还有呢这个交通安全这个规格也要升级。那现在因为政府是定调来回归林务局营运自管之后，是长期的永续的，而且是专责机构来正式管理。那所以针对这条100年老铁道跟周边的这整个现代，是不是应该做整体的升级或者是一些诊断？你有些什么样的意见也可以统整一下。我是觉得说我们的国家对不起阿里山铁路，因为什么？您看嘛，阿里山铁路足以媲美法国的夏慕尼，然后瑞士的策马特。阿里山铁路跟策马特有缔结那个姐妹铁路，还有少女峰铁路。你看，同样是100年前，它为什么可以维持得这么好？然后再来，你看京藏铁路5000多公尺，它的冻土区，当时候欧美国家都不看好，没有人愿意投入，他们克服了。再来，瑞士，它虽然没有台湾的高温潮湿、地震，可是他们有雪崩，他们雪崩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克服了。今天有关于阿里山铁路，我个人看法就是说，其实阿里山铁路需要长期投入大笔的资金去改善，因为阿里山铁路从来没有像台铁纵贯线这样，就是说每一段逐年改善道匝、路床。像今天早上我刚去昭平站，因为它的道匝都已经泥化了，都已经沉下去了。那泥化的时候它要积水，积水的时候呢，枕木就容易烂，所以说有永远换不完的枕木。你一定要办公就非常的辛苦。对，他们非常辛苦，这一定要釜底抽薪。然后再来，我们每次讨论阿里山铁路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永远都只有文资或者是建筑的人来讨论，但是铁路今天不是铁路朋友经营不好。我们有关于土木、结构，然后机械、电机、环工领域的人都没有进来，对，投入的经费不足。因为您试试看就说像国外的登山铁路跟阿里山一样等级的，对，他们有定期的更换，投入资金。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的票价很贵，很贵。那今天我们那个国人出国，他愿意花2000多块、7000块、1万块去少女峰坐铁路，可是，在台湾就说几百块嫌贵。事务官跟政务官呢，他们对工程的认知比较少，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工程问题，不是我们讨论说它是不是世界遗产，毋庸置疑它有世界遗产价值，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说釜底抽薪把它弄好。然后再来就说，我们最近我们看那个商业周刊一个术语，就说羊毛不是出在羊身上，羊毛出在狗身上，然后最后是猪买单。各位觉得好笑吗？为什么？因为今天呢，你看澳门赌场，他为什么说让你去住他们5星级饭店？因为它增加消费啊。新加坡也是1块钱美金。然后您看日本的 JR Pass， 欧洲的铁路券，它为什么很便宜的让你去坐火车？因为你进来的时候你会租车，会消费，好，然后住宿。
带动他们整体经济。是。那另外一个，刚刚我们听到现场，不管是我们的道班工的成员，或者是我们的火车的驾驶员，都提到这个人才跟技术，也就是刚好扣到你讲的这个铁道安全是非常重要一环。所以你觉得人才的培训或者是那个接力也是要被关注到的？其实就是说我们铁道系统，包括台铁，就是说它一向是公务系统来管的，可是像民营系统不一样，因为公务系统薪资太低了，像欧洲他们的交通技术人员呢，是一般行政人员的2倍不止，他们是专业人士。是。可是我们在台湾就说，你搞技术的，好像就比不上管行政的。那这个事情怎么做呢？所以说，你今天你要跟民间竞争人才，那你就是提高待遇，然后再训练，你胡萝卜跟棒子要一起，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跟民间竞争人才。那还有就是说，阿里山铁路啊，就是说大家都要离乡背景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处理铁路，而且就是说这个铁路沿线呢，就是说它该换了，就说一台旧车哦，你要把整台车换掉，整个路床做改善，不是说我一直去换轨道、换那个枕木，这个是没完没了，换不完的啦。你换100年还是换不完。是，这样我有听到几个重点，这些重点来请教我们处长。其实这条铁路要重新这个再生啊，哈，大概就是分成软硬体2个部分。我们就先讲硬体的部分好了，可以跟我们谈谈说，现在政府对这条铁路规划，我们的预算将来部署是怎么样的？就硬体部分会做哪些升级跟准备？今年真的是一个转型，一个非常的特别的一年。不管是行政院、交通部、全国上下跟民间团体，大家都发现阿里山铁路的珍贵，所以上下一条心是决定一定要救它，甚至也要改造它。所以在今年给我们新的一个机构成立，也有人员，那经费其实我们也有编了5年的前瞻计划，行政院现在是先核定108、109，也都是照我们编定的。就像刚刚黄会长担心的，先从硬体来说，其实一个安全，一定要让游客先放心这条铁路的安全性。对，所以我们从轨道的整修，包括平交道的改善，甚至于车厢的更新，会在文资跟它怀古、怀旧跟现代中间去取得平衡。那山上的话，追日列车那就更简单。像我们现在在阿里山游乐区，空气这么好，风景这么好的时候，我们就像副县长刚刚提到了，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路段，甚至开放式的车厢，这等等都会从车厢里面去改变。那我们这些新的车厢什么时候会买进来吗？什么时候可以公诸于世？预计5年。就是这些轨道车厢完以后，边坡的监测，这个其实很重要。以前都是用目视，那现在我们希望借助航照或者无人飞机，再加光达等等，我们可以做边坡的监测。树木也可以用非破坏性的去检测，提早预警就对了啦，提升它的安全。会长有提到说要引进外国的专家，其实在今年的6月1号到5号。交通部有邀请日本的综合研究所的轨道专家来，对于全线有检视过了。他对我们的一些建议他觉得其实阿里山铁路，尤其肛门钢尖轨这些，我们会用新的设备、新的材料。他觉得台湾很厉害。那剩下的比较缺乏的就是全自动化去检测它的震动啦，或者这些量化，它日本的大井川或者762轨道都没有，我们找了全世界都没有，也许我们自己来开发。是这样听到哈，所以这一步一步的准备啦。不过这边一个问题好像还没有讨论出一个大家比较有的共识，我这边还是要再继续追问副县长了哈，就是地方政府对这个阿里山铁路，其实就是台湾的公共财了哈，可不可以具体的再说明，在未来的整个营运计划，整个慢慢的软体都会提升，我们要怎么样地方政府结合这个中央林务局，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文资处，可以做比较双轨一起前进的那种结合方案，让游客上来这里不会变得那么困难。就是第一个交通动线上如何让它能够顺畅哈的套票的方式是一定要去执行的。那个套票是什么意思？套票就是所有交通动线，包括从台铁到阿里山铁路，到公车的体系，或者是游览车进来之后，包括之后不管是邮轮式列车或者是区间车的概念，这个东西如何帮它变成是一种套票？只有交通它就必须要有套票，甚至就是连高铁的票如何都整合进来。对，而且常常在那个便利超商就可以拿到票，所以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内部互动再去做。这个东西要去做，当然有时候它会涉及到量赏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会合作的时候，包括就是在公车处会担心人数
数不够多而都会有赔钱吗？，不只是我们，你事实上就是我们在整合套票的时候，因为你要跟这些所有的超商体系，你要付给他的那些费用等等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些成本上的考量。所以，但是我是认为这个东西一定要推啦，你唯有这样子推出去，它才能够走得更顺啦。而且全世界都是用这种方式。那我想不只有套票，交通的套票而已，就是连同包括住宿或者是用餐等等这些东西，可以进行整合，都必须是整合，或者是原本大家就一直想要去推的，就是沿线上的各个村庄，或者是它站体上的旅游，因为它本来观光资源就非常的多，比如说泰兴，它离梨园寮很近，那它本来就有所谓的银河铁道，或者是甚至它在秋天的时候，这个中秋节前后1个月，它会有所谓的这个黄头路，就是万路朝凤的这样的盛景。所以它每一个地方市场，它可以结合不同的社区上的旅游的资源。那瑞里它就有这个紫藤花，大概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所以每一个地方它事实上观光的资源都不一样，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帮它整合进来，那所有的沿线上的观光旅游它才会起来。地方的观光资源都不一样，各具特色。像我们阿里山站来讲好了啦，今天我们阿里山的乡公所的秘书也来到现场，高秘书，以我们阿里山站来讲，你们的特色怎么样把它挖出来？然后还有刚刚副县长跟我们的处长都讲到，现在不只是单单这条铁轨哦，要很积极的结合周边的聚落特色，还有各自的产业来一起共存共荣。那地方上以公所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也想做什么样的努力？秘书。是希望说，因为我们这个它的动线是非常的长嘛，哈。对。刚刚副县长有讲说，那个有10个景点，处长有讲10个景点嘛，哈，就是带动。然后我们的十字村是希望说能加强的，它的文化特色跟那个它的它的特长哈，能不能再请那个林铁处多多的帮忙？我们的村民是希望说哈，这种定点停下来的能多多的把它变成常态性固定的一个流程。对，就是要进到社区去。对。那社区也要准备好哦。应该是我们实质社区也非常的好。至于这个早平车站，因为这一边因为是最主要是这个我们游乐区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地方。至于说铁路要怎么跟我们的乡亲结合，这个真的还是要拜托处长多多帮忙啦。该附近嘅店家送券也就动到那个客家乡亲朋友啦从了解台公益刚刚处长一再强调不单单是铁路，它更重要把周边的那种一向以来的历史聚落的文化都包进来。您有什么建议？是希望说让相关的规划单位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产业？事实上，我们现在把那个生铁它的那个位阶提升来，就是要用一个文化资产的方向去把整个台湾的文化行销出去嘛。事实上不只是包括我们高山茶啦，事实上我们这边阿里山的其他的特产，比如说那个爱玉子啊，十字村他们可能就是发展爱玉子嘛。然后我觉得这个整合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专业的人才啦。其实这位大哥提到了一点啦，这个其实要整合相关的产业文化不是那么难，地方上第一个直接感觉不是很难，但是真的要动手去做，然后甚至这时候要仰赖人才，所以人才有2种，一个就是技术人才一定要能够留下来，辛苦嘛另外一个是行销的人才，就是软体的服务。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分享。作为这一条文资性而且是国宝级的铁路的导览，坦白讲压力很大啦，因为大家对它都很注目，一些传统的素材，大家在网络上都已经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已经有发现到说，我们在导览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一直都用传统这些素材来导览的话，也不够了，它的效果已经到极限了。是，所以我们目前我们志工对自己也很努力我们在发掘一些资讯，比如说，尤其我们林铁处已经成立了，将来我们志工导览不是只有局限在。像我们以前有在阿里山游乐区里面导览，或者是只有在这一条铁路上，我们还要包括像刚刚县长有提到，我们副县长我们提到，我们嘉义有快意生活村，还有很特殊的那边全国唯一的制裁所里面的干燥室还有那些地下遗构，那个都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是，那我们志工就会要结合这些，所以我们的角色就是说，我们扮演历史跟游客的连结，还有扮演
我们服务运用单位跟游客之间的连结，是，所以我们会有用一些比较像大家在网络上可能比较不容易找到，跟这些历史性的素材是会比较有跟我们这个文资保存比较能够结合，让游客他有不同的体验，然后能够感动。所以是100年传统，全新感受啦哈，非常期待，谢谢。你讨论到底下有国内堂一团样片吼，你看向前其实提供还有某群用家其实意见，也在谈几多个讲法。这个是跟违建有什么关系？只是要遮雨，不要让雨跑到住家里面淹水啊。毕竟基金部风采吹快拍的日家，中山村的居民实在无奈何。到民国65年出复修了后，今日对照片车头本人西村到T4分土，未在阿里山站的附近，用林木扣住摆到24平的屋。35年高配的乌卡人见来见到，无法度架起，也无法度降，干那些尖头合的空间地图生发。这边是16平，这边16平，中间再加一个8平的。大家爱晒下来噶哈。洗完的，你国民学校旁边啊无？啊，你啊，爱孙的轮椅湿洗咧啊，因迄个用安伊渐的下，因为你渐唔下嘛。啊，你啊，迄比讲身体本来就个死过吼，甚至到尾减去都唔肯。主要大的问题，往百居民都连班体种挖沙位，但是人机不当利用土地的年幅，206年12年把林木区全面禁片，居民的身份唔对用改善。日本已经做了30几年，他们也给我们测量，什么都已经准了啦。就后来又改变，又不给我们。强化人机复修部本人西村的还有中进村的居民，虽然是到阿里山附近头5摆开店做生意，但是台巡航日排7到8间的店面，在干那5摆的店家就开门。我们在这边已经20-30年了，我们几乎不再做生意，我们都要另存自己去家己去找出路了。王家东几乎没有生意可以做了，客人他就不从这边经过，啊，你没有人潮，你说怎么带来钱财？甚至 Q 的巴士站人机东救无降，年长业救见来见转向商店街的建筑，为本居民动手。阿里山站头起过了后，无往摆出站这本天桥带去商店街的路线，人潮唔适足，未系商店街的生意见来见唔好眼睛。你看的客户全部都是商店、商家，然后都是餐饮业嘛。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客源，所以当然商店会少。对，而且你看到各个户户啊，有很多都关起来，因为没有客源走进来。有客源，但是不会走到这边来。阿里山铁路真的是美则美矣的哈，不过我们来到阿里山站哈，看到这个形象商圈，好像相对的来讲有一点破败，等待整建哈。我们想到像乌来、野柳，它也有可能在过去也是因为形象商圈，如果一旦做不好，可能也会影响它整个的这种旅游的氛围。我想请问在现场哈，对刚刚在影片提出来这些问题，不然地方聚落希望看到这一次有专责机构的成立之后，会不会希望在这个包括在整个形象商圈的这个整体的规划营造也好，还有周边社区住宅的那种整个立面的景观，也都希望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一并的来升级。我们听听看地方的意见。我们先请执行长。这个问题哈，我大概会想说，林务局它依森林法来办事哦，森林法里面好像没有对于住在森林里面的居民有比较多的照顾或者是琢磨啦。那居民讲的动线不好，居住环境差，这是民国70几年设计的，到现在那。我们也多方跟林务局、跟嘉义林文处多做沟通了，但是我们希望说，这个过时的设计可以来检讨，大家都可以讨论。那居民的心理就是希望林务局把阿里山人当人看，这么严重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希望大家多多沟通啦。政府单位释出善意，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对整个阿里山的观光旅游环境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点。像你们是社区发展协会，社区要发展，那很重要的一块地域就是这个阿里山的这个形象商圈，然后还有整边。将来我们也听到刚刚的计划当中，这条铁路周边的都要把它的文化跟特色产业把它一起做起来。对于这一点，你们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要求想要提出来的吗？
我们社区发展协会跟林务局也建议了超过10年。大家刚刚讲那个中山村迁村的问题，讲了超过20年。那问题是这加起来总共30年。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动作了。是我们听到你的问题，谢谢黄处长。显然这不是一时半刻的问题，不过我们先聚焦好了，因为将来整个沿线的周遭环境是个重点嘛，哈。那就看到这个最大的这个阿里山站的这个形象商圈，您自己给他怎么评价？那你觉得他要改善吗？所以刚刚理事长讲的也没错，在形象商圈的改善这个议题讨论了10年，但是事实上，林务局是依据森林法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法令执法的，这是国家要求公务员必须做的。在法令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会努力，但是没有修改以前还是要遵守。除了这些林地的扩建以外，其实可以做的，林务局都请全力在做。这10年，尤其比如说形象商圈的改造，也10几年了，连先起计划、可行性评估全部都做完了，连规划案都出来了。其实我觉得真正的重点也要拜托理事长，既然社区要整体营造，社区居民的共识要凝聚起来，现在只欠东风，就欠这一步，其他都规划好了。就目前可行的、可做的来做。那我请教我们的副处长，然后这些很多地方也是嘉义县政府一起来维管，还有包括我们刚刚整个形象商圈，县政府这边有没有想法，或者是过去也做了一些什么推动？整个文化观光，那跟这个产业上的发展事实上也必须要与时并进了。那当然，林管处从大概80年代以后也开始不再以林业经济为主，但是还是必须要保林育林所以在发展观光的同时，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地方的林班地，它是可以去进行相关上的解编或者是扩大上的一个使用，在不会影响环境的生态的情况之下，这可能要上到中央的上位政策。不过我们就讲那个公厕处，好，它既然已经是废了不可用的危楼，为什么它会没有动静，不能够拆除？这部分是我们在跟这个林管处这边在进行相关上的协商，因为涉及到整体上的规划，就像跟居民这部分一样，有整体上大家一些想法上的不太一致上，所以还是必须进行一些相关上的沟通啦。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整个国际级的观光上的景点。那它应该还是要有一个一定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对于往好的方向的发展，我们应该要来做。那第二个，我想法规是不是能够与时的并进？有些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务实的去能够让它能够去解决掉。那因为法规上的限制，我当然它立法有它时代上的背景。第二个一个问题，如果可以拖了10年跟20年，那它没办法去解决，那代表法令也是有它的一个问题存在，那也对于就是整个提升整个观光上的一个品质也没有帮助，那这似乎也是会是一个很大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如何创造一些大家多赢上的一个局面大家应该来尝试来打开新局。那如果必须透过修法的途径来去执行，那大家应该也可以坐下来谈谈看。的确是到了要大家面对面共同好好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对于过去的一些法令上的陈歌或者是限制不能改变的，那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定调永续长期经营的这个计划，是不是对于这种国际级的景点要更加的这个突破性的努力？那准备副总，你也地道讲，你从69年学生时代就把阿里山的这一条线当作你心中的一个圣地啦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台湾其实在推动这个旅游观光是非常的方兴未艾啦。我们也知道现在很流行所谓的天空步道啦，或者什么透明玻璃步道啊，其实他们的属性跟他们的时间岁月感都是跟我们阿里山铁路完全不同的。针对这样子的国宝，这样国际级的明星，想把当年的那种历史场域、那种环境跟文化氛围布置回来，会不会是你觉得是一个重点？那现在看到整个形象商圈还有周边的那些，你讲客家话讲落扣的蔬菜，景点都会改善，你的意见？其实就说商圈跟景点很重要。我们现在出国去看任何的城堡、博物馆，然后他们的任何的皇宫，它一定有礼品店，然后也有咖啡店，然后它有基本的餐厅，这是需要的。所以说阿里山也需要商圈。那这个时候就说要共存共荣了。然后再来看，我们看最近的猴硐、平溪、十分，最近的很夯，好多游客去。对，都是日本跟韩国游客来。所以说我们要吸引人，就是说出在那个执行细节了。我一直很感慨呢，就说
为什么我们国人就花大钱去欧洲，他去夏慕尼，要去策马特，去少女峰，花这么多钱？如果说我们回头想一想说，如果有一天阿里山也跟他们同样有价值，我们不能岛内消费了。其实天空步道、灯会、夜市都是岛内消费，我们需要国际观光科。其实我们台湾号称网络大国，然后山西大国，其实我们的交通系统是很落后，真的很落后。德国在20年前，或是瑞士。我今天到去一个地方，他连火车、公车，甚至渡轮、接驳，然后步行换个车站，都跟你讲得一清二楚。所以说，他们的政府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细腻度的。那刚刚处长也讲到说，处长讲的是面面俱到了。那像我最近在20几年来看欧洲的登山火车，他们路床一直在改善。他们最后改善的才是车厢。我再给各位一个概念，我们今天买一台车，它车身很安全、很牢固，引擎很好，不故障，但是这个仪表、音响、椅子，这是附加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先把体质做好之后，那这些景观车厢以前是只有滨河列车有，现在几乎几个登山线都有，像策马特那条线最明显。所以你是说水到渠成啊？如果从它的本体好好的整个做上来，周边的就会相关的美化或者是文化营造就会出来。因为像策马特，我就几个策马特跟夏慕尼，他到了这边的时候，他一直在现场消费。然后它跟商圈、跟居民融为一体，它要有住宿，所以说可以共荣。那现在说希望整合，因为我个人在4部门服务了，可是我觉得公家做事情很难，一个公文呢大概发个好几个月，不见踪影。就先谢谢会长。那处长，那未来呢？这个局长有一个期望是5年内可以转亏为盈啦哈。最后半分钟的时间，您做最后今天的心得与结论。我们刚提到的，包括轨道、平交道、边坡监测这些安全都考量完了。然后才会改善车厢，那车厢改善完，还有同时要友善的这些旅游的设施软体，包括我们的网页。其实网页现在所有的，包括几点日出，包括几点的，刚刚那个会长提到的资讯，上面全部都有。就缺希望说更友善的是公车接驳的这个部分，也拜托副县长。那如果这样的话，其他我们同步会执行。那更友善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外国的游客他在那边就可以一路规划完整。那当然，交通这个部分我们觉得真的很不友善，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在这边。现在花最多的心力就在规划这个部分。最重要，我们沿线社区居民的生态，还有它的生计，还有找回共同的记忆，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一定会做到。非常感谢翁处长吼，讨论到了下，你发现了解恁也铁路系你台湾共同嘅国宝，也系大家共同嘅历史回忆。当然，你也有那个责任吼，会好好的维护你嘅共有嘅自然。当然会让大家多嘅献出去。今日出面台会到了2000人讲差嘅回拍嘅素材，都可以讲。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你再会了。